東非的烏干達進前用一種原則來做理由，把4名入境的台灣人因的護照扣起來。外交部表示，講自外管處和當地台灣商會去協商了後，這烏干達機場移民局已經在當地時間19把護照還給因啊。另外，這中國的東方航空申請8月21要飛中國西安往回桃園的包機，不過這個時間呢，不是在咧大年節前後，所以目前先給因駁回。為了爭取跨界直航航班方便台商往返兩岸，上總理事長柯樹普講，要向陸委會甲民航局建議，以雙包機後直航的方式增加航班。不過，中國國台辦20記者會講，東方航空要向咱方提出西安來回桃園的包機申請，互人以無佇這日包機範圍內的理由拒絕。這個咱方申請條件傷嚴，民眾甲業者看得到煞接袂到。因為8月21號大概只有中元節了，沒有跟中秋節還是離得比較遠一點。那包機是為了方便台商啊，只要符合規定我們不會為難自己人。根據咱國民航局的規定，目前會當申請包機的這日範圍是清明節、五一節、中秋節前後7天，也是春節前後14天。上總理事長柯樹普講，中國東方航空申請的是中元節包機，航班日期是8月21，確實無佇咱方同意的範圍，所以就愛看中秋節包機。西安申請的是用中元節，但是後來還是沒有准我也跟民航局講，我不是只有跟陸委會講，我是跟他說，那中秋節人家只要再提出來，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擋。除了兩岸包機議題，外交部嘛接到通報，這陣仔前後有4個摕咱國護照的人入境烏干達，互人扣留護照，互官方以一種政策要求摕中國的護照帶入境中。陸委會批評中國施壓第三國扣留咱國民護照，強迫帶因是降低咱國主權、傲慢壓敗行為。目前經過多方的努力，烏干達甲已經扣留的4本護照全部發行。監轄烏干達的我國駐索馬利蘭代表處和烏干達台灣商會共同全力協助，積極與烏方溝通。烏干達機場移民局已在當地時間8月19日將遭留置的4本我國護照全數發還。外交部嘛呼籲各國堅持專業甲務實原則，排除無必要的政治干擾，尊重咱國合法護照甲旅行文件，以確保雙邊正常貿易，也有民間的交流權益。記者採訪報道。